营中心发生囡仔渡水死亡的意外，伊跋落生态池的时阵，无人发现。专案小组当日理清责任。目前关岛南边的海峡有架起后，当的发展可能会真做是风神风台，有个礼拜开始影响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新竹的竹北有一间幼儿园附设的托婴中心发生囡仔渡水死亡的意外。这是一个坐半的囡仔，伊跋落去生态池的时阵，煞无老师发现，落尾送去到病院，已经救袂回来。今嘛新竹县府是组一个专案小组，当日理清责任。幼稚园的生态池边啊，已经扣封锁线，要调查囡仔到底是安怎跋入去水池内底。这个月初8，新竹一间强调生态自然幼稚园附设托婴中心发生一个1岁半的囡仔无细里渡水的意外。当时老师带囡仔去户外，有一个1岁半的囡仔囝意外跋入去大约20公分深的生态池，经过紧急送医，尾啊不幸过身。对于孩子的离去与家长的伤痛，我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与自责。未能做彻底守护孩子的安全，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依法承担一切的责任。根据了解，当天是幼稚园老师带9个学生囡仔去水池边啊进行活动，囡仔那亲像是无细里对水池啊边的空芳爬落去，因为老师第一时间无发现，等囡仔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另外，我们也立即至托婴中心的现场查扣监视器的画面。目前，县府已经组成了专家调查小组，进场协助进行场地的勘查跟人员的访谈，希望可以尽速厘清本案发生的原因。新竹县社会处指出，目前县府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针对是人员的疏失，也是管理上的问题，会依照调查结果对幼稚园做处分。幼稚园负责人甲照顾细汉囡仔的老师，爱负起什么款的相关责任，佮等待司法调查厘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中华鹿港的运动场呢，附近是有未少流浪狗。这民众反映讲，这囡仔咧佚佗的山溪内底，嘛有看到狗屎。虽然讲这个公所是有来掠狗仔，也毋过呢，所有其他的人佮这狗仔甲放互走，互人是白了工。因那东方所是表示讲，看到这人仔来有狗仔，应该着爱赶紧来通报公所。中华鹿港的运动场有袂少民众会来遮行路运动，边仔嘛有佚佗的设施，但是有民众反映，即阵仔遮出现袂少流浪狗，规定的流浪狗佮会走去囡仔耍耍的所在休困，佚佗区的沙坡也有狗仔的排泄物。北看按6、7只啦，佮按关了几啊斤的啦。反正也乌白规乌白啲人就唔好，伊反正规群住伫迄个沙地呀。嘿啊，哦，迄人家暗时看10外只。鹿港镇公所表示，即搭遮大约有20外只的流浪狗，都惊会发生狗仔虐人、咬人的意外，而且狗仔伫囡仔耍耍的所在放屎尿嘛有卫生问题，加上台湾设计店都有店区伫附近，即阵仔人潮济，公所设置狗笼仔掠狗，要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但是说少连续有民众甲掠到的狗仔放走。咱有掠到10只狗，这10只狗掠到了后。有3只去互民众来甲咱放走去，不过咱另外迄7只，咱嘛是甲交互咱动物防疫所这边来协助来安置。要呼吁民众那如果说有看到这个已经有诱捕到的犬只，不要把它放走，而是要直接赶快通报鹿港镇公所来把这些流浪狗带走。公所表示，未来会加强巡视甲环境管理，嘛呼吁民众，若是看到笼仔内有狗仔，应该赶紧通报公所做后续的收容安置，千万唔通大主大意甲狗仔放出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好，伫遮提醒女性的观众朋友，若阵漏电的，千万都要注意。先像昨暗的是有民众看到台北市松山区的三民路有一个查甫人是一直咧揪一个漏电的女性，民众出手，才总算无互伊甲人家揪去。目前警方已经甲男性移送法办。经警方了解，女子行经上址域丢弃垃圾时，徐贤从其身后靠近，女子惊觉有异，转身查看，突遭徐贤由后方抓住其手腕。双方发生拉扯，路过民众见状上前制止。全案涉及强制猥亵、强制罪、公然猥亵、性骚扰防治法、社会法等罪。警方将调查厘清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警方初步调查，这个涉案的是一个60多岁姓池的家友，伊咧犯案的时阵呢，哪像是意识无清无楚，而且衫也乌白穿。警方会持续来理清案情，嘛会为附近加强巡逻。倒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呢拢是侪云好天，这北部甲中南部上悬是有36度以上。也若过到这嘉义以南，也有各地山区呢，就千万爱注意这雷公雨的情形啊。另外，目前这关岛南边的海域是有低气压等的发展，有可能会真做是风神风台，有个礼拜就会开始影响台湾。周日之后，可能开始要注意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受到热带系统的外围的环流的影响，下雨的情况可能会开始逐渐的明显起来。目前在菲律宾东方这个热带系统，我们还是持续在观察。以今天早上来看的话，它的结构还算是比较松散一点点。不过我们预估在今天一直到周五之前，它会逐渐的向西，逐渐接近菲律宾东方的近海，所以说它的结构会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它有机会进一步增强为今年的台风风神外海这个地方。气象署是提示讲，这个低气压的系统呢，目前伊的路线遥无到明，无排除会挖进咱南部的陆地。另外，礼拜开始，这东北季风就来报道，温度有可能会减6度至10度左右。北台湾伫咧这方面，这落雨的几率会较悬。即马风台咧要来啊，对花莲这崩山雨到底敢会造成影响咧？农业部长陈俊贵是强调讲，上好的防灾计划就是提早撤离甲疏开。也若乌山头水库西太阳能供电板的基地，这陈俊贵是表示讲会检查厂商的设备，若准有清洁剂，安尼嘛得爱12万栋，才有可能会超过标准。七大光电产业工协会开记者会，出来背回因西水库的光电棒，干那用水尔，绝对无用清洁剂。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做业务报告了后，伊讲会精进管理的作为，未来厂商若入来洗光电棒的时阵，会检查因在装备，无应该在就袂使哩。嘛强调相关的检测拢是背景值，若使用清洁剂、地书这款的数值，迄量爱真大。那如果真的是要用清洁剂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数值的话，好，那其实我们也估计你一次大概12万吨左右，哦，是非常非常大的量的。热带扰动最近可能会形成新的风台，崩山雨敢会搁一届造成灾害，要安怎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陈俊贵讲，崩山雨土石的量也有1亿1千万立方公尺，确实会烦恼土石若是崩落来，会搁形成另外一个崩山雨，所以会好好规划，提早甲民众疏开。最好的防灾就是提早去做这些撤离疏散。那我们希望说要落实这样疏散，包括它的演练，包括它的保全清测，包括它的动线，还有包括它的收容。农业部强调讲，累积的雨量若甲200毫米，就会发布红色的警戒；若拄到低档、强度误入，除了发布红色警戒，嘛会发海啸的警报。参考过去的经验来改善应用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即个在花莲马太安溪崩山雨做大水，昨暗呢，这原民会甲花莲县府等等的相关单位是去到公务局室甲灾民来进行第2届的协调会。也毋过有灾民呢是不管这议题是干那咧讨论关注民尔，真受气转安尼离开。没关系。今天是我们自救会的会议就还未开始，就人因为这个那边讨论原民相关的代志受气离开。主持人定清讲，这是马太安部落自救会主动邀请，因故一个人依然无接受立场，但是大部分的人也是留来讨论，按伫中介选所在特地做册，也个产地再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走到我家。我靠的是自工。在民讲，最后拢是靠刷掉超领导3工，政府拢无派人来关心。另外，中介户的分配，灾民也拢唔知。我家整个都被淹掉了，我的农业损失，房子5秒钟全部归零。刚刚听长官讲了。受灾户登记了中继屋几十户，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被登记在那里面。废校之后，我们有委托有一些花莲县女子就是烫发美学职业工会，他们做那个南区的训练场所。
因为他们现在闲置在那边。那如果假设国都署选定这个地方成为东某家里洞这个部分，它可以做中心 U 的搭设的部分的话，那我想我们花莲县政府一定是全力的配合的部分。原民会副主委讲，进前北北防灾因为沟通无够，产生一寡问题。这边讨论安置中介甲中建，主要是以离灾无离村、离村无离乡的方向来做。会议昨暗9点结束，部落的主席讲，虽然官员无法度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会甲意见查两去，以后会继续邀请政府讨论灾后重建，也提醒做人爱做好长期自立重建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7月丹那市洪灾过了到今呢，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啊，也毋过目前这台南7股甲嘉里路边的废气尾是还未清理煞，月底就是最后咧清运的时间啊，这居民是真怨叹，讲这公所呢一工是敢若派2台车，根本都清袂赴。目前7股的区公所是当咧建议讲，这清运要延长到11月底。在7股嘉里区的车路边，即阵还阁看到一堆废弃物，是咧都歹去家具木材拢蹲咧遐。自7月初丹那市风台重创以来，虽然3个月啊灾后清运也未完全好势，居民无奈讲，就算要贴要清，嘛清不完。那个里长讲他是有时间性，那个里长刚刚要去那个公所申请，然后才可能一间这样去清就对了。对，所以还有很多都没有弄好。因为这徛起拢是济岁人，精力能力有限，加上时势出外食头路，无法度长时间倒来斗3工清。这种民众伫网络发起本色分类行动，要招募志工来协助分类甲搬运。居民烦恼讲，公所逐工敢若2台清运车，清运速度根本赶袂赴，也无人趁机会会来遮乌白道，甚至有人甲蒙牌嘛摕出来等。一乡镇会当车2台，你要一个区清2台，你看要清到当时？塞了就对啦，1块咧啊，7股区本身足济来。安尼烦恼主因为7股公所负责装卸收运到10月底，公所强调是1台车载2抓，一工不止2台清运车，阵嘛延期要到11月底。真歹小原因嘛因为乡亲无分类，市府嘛表示陆续闹需求嘛是会当提出来。其实我们是希望区公所的这些暂置场能够在10月底前就关闭。避免很多不孝民众认为它是一个弃置点，就可以随意把这个拆除的废弃物在那边做堆置。清洁队的部分其实就回归正常。那民众如果有这个拆除的废弃物需要在意的话，还是可以循正常管道通报。风灾所产生的废弃物，我们公所跟台南市政府一定全力来做一个协助啊，就希望说。把所有的废弃物要分类清楚。市府强调会全力协助各区灾后废弃物清除，呼吁民众爱分类，才通加速作业进度。那地方居民是毋望市府通加派人工、参车辆协助恢复家园的原貌。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标咧，有一个社运人士陈其中，伫今年2月时阵呢，伫徛街附近，互2个人甲伊摸着伤。即马地检署侦查终结，甲2个人是照刑法伤害罪嫌，甲提起公诉，求判10个月以上。也那陈其中本人表示讲尊重司法，也毋过伊也来强调，这对方是挑过伊，应该爱甲幕后的总经人甲找出来。2个穿乌衫的人看到陈其中一个提款清水喷面，另外一个提款讲嘢上卡，被害者个人一直闪，都到附近点头求救。苗栗县社分人士陈其中今年1月伫南镇家己厝的附近，后生单细小查甫人拍，造成尻川皮甲骹真侪所在刺伤。苗栗地检署则是侦查终结，将2人依照刑法伤害罪嫌提起公诉。检察官侦查终结，认陈姓、施姓被告均系涉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伤害罪行，向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陈其中参加社运环保运动10多年，捌做反困苦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自救会总干事，即嘛是台湾救护保育协会专员、苗栗县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真侪环保抗争现场容易看到伊的身影。讲代志发生了，亲人真惊吓，搁伫下街装监视器，这传很明显是有无国义，或许是阻挡一寡影响环境的开发和地数，检警应该找出幕后黑手。当然是希望说这种事情是一定要调查幕后黑手是谁啊？就算不晓得是哪一个案件，你也知道说，一定是阻挡了嫌恶设施的兴建，或者是它的环评过程，然后被人家教训嘛。
检方表示，两个嫌犯对积极参加公共事务者施暴，公然挑战民主社会保障人民的核心价值，可能提出限嫌效应，严重侵蚀民主法治基础，请求法院处10岁以上刑度，来确保社会秩序甲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网络顶头看到这西丽农会呢，有咧卖一寡甜菜等等的农产品，也毋过农会这方面煞讲，因其实拢无咧卖，应该就是互人食因的牌子咧卖物件，所以目前已经甲派出所报案，嘛呼吁消费者着爱加注意，千万毋通互怪去啊！一个点入去网页，内底有西丽镇农会的产品，伫网络买卖，阁有附相片。毋过消费者发现，这项看守的甜菜菌粉，哪像毋是农会的产品？来农会的门市嘛找无这项产品，民众讲这是诈骗。网络上我拢无啥买，我去用分几摆。哦。基本上不太会求证吧，因为想说237块很便宜，可能就点进去买了。闪闪大概20多通，然后现场来的其实都是一个人，就是自己来，然后一天也大概都2、3个。9月中旬开始，西丽农会小线接到消费者的反映，有GIC的网站用农会名义咧买卖商品，网站顶面说无农会住址甲电话，农会嘛无相关的商品，已经向派出所报案，呼吁民众唔通中价。像 FB 上面这一页广告了，你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跟查不到他的联系的单位，他都就叫你用上网去，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在境外或是非法的盗用人家的商标来的不肖厂商在使用。农会讲，不少业者替农会品牌咧做广告，伫全台湾四过片，逐工拢有民众打电话来问，除了已经报警追查，嘛呼吁消费者爱注意，唔通去买到这种来路不明的农特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高雄南仔溪合泉路呢，两边是种规排的树仔，有3、4层楼悬。民众是反映讲，这对生活是造成影响。结果公园处派人来修整的时阵，煞逐丛树仔拢甲扯甲光。款团呢是质疑讲，这乌白乱扯，恐惊会互树仔着病。也毋过公园处表示讲，这作业拢有符合规定。高雄市公园处的工作人员坐吊车去修整树轨，因为有民众反映，南仔溪合泉路两边规排的路树树轨头悬，爱公园处来修整。不过，这款坐头式的整轨做法，现在是引起款团的不满。款团表示，这款做法不是正办，若树仔会搞着病，以后发出来新话嘛袂用，呼吁市府爱赶紧停止错误的做法。断头修剪之后，新长这边烂一个洞，新长的枝条脆弱、丛生、杂乱、丑陋。这是无法复原的，不是我剪的话还会长出来，它永远没办法复原了。这个破坏是永久性的。依据高雄市景观树木修剪作业规范，进行疏枝及降高修剪，并针对树木修剪伤口涂药，避免感染，以保障树木健康及民众居住安全及品质。公园处表示，因为有的树轨已经影响到徛家日常生活，进前风台嘛捌互风扇断去地海边的栏杆，这2天才开始派人修整，要甲大局60丛上过头悬的树仔对头错掉。附近民众嘛拢认同，甚至佫认为爱定期修整才会安全。去平遐有缀着车。所以你感觉讲这树仔固定修整就对啊？毋是这尔修较低，较袂危，台风来较袂危险。民众看重自身的安全，公园处是顺便期来做。不过款团表示，这款大树会当小可整轨，无适合坐头式的修整。已经有大约40丛30年以上的树仔互错头，毋望市府改变做法。对此，公园处表示，一切依法办理，所有作业拢符合规定。记者柯家珠、柯兆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伫高雄这莲池潭风景区边仔的儿童公园呢，有一个用3只电仔囝的故事所起的这个迷宫，嘛因为这造型呢，哪像是蒙阿布，所以地方呢是愈看愈碍叫。高雄市议员也要求赶紧来改善，也那观光局是表示讲，上紧11月就会动工来调整伊的造型。草厝啊、茶厝、庄仔厝，伫咧高雄莲池潭边仔的儿童公园，有一档用3只猪仔故事起的迷宫。因为儿童公园所在看树塢济，市府利用囡仔古来打造迷宫，要增加囡仔佚佗面。不过详细看迷宫内底3间厝，配上弯翘造型的围墙啊，远远看过去都亲像蒙啊同款，互民众愈看愈爱叫。晚上开过去可能会比较恐怖一点啊，早上还可以。对啊，会不会希望说改掉？毕竟这边好像是儿童公园。希望啊，因为本身有个小孩子，改掉比较好。啊，也较倒培养了60、70岁、70、80岁会安尼想啦。
啊，毋过即马少年仔袂感觉安尼是安尼遐伊啊，即马社会咧进步啦，袂感觉讲安尼造型怪怪啦，咱嘛是有一个艺术伫啊。 看用什么角度甲看啦？有人认为爱用平常心来看待，不过嘛有人感觉拍积水，望近来改善。高雄市机关单位官14就伫议会提出质询讲，美工起好无偌久，就定拄接到民众点情。迄时阵观光局因为有工程报告问题，无法度随改。现在报告期过啊，要求观光局要个时间定出来。因为很像这个。 不好看，那居民认为一出门就看到这个，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局长，这个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处理掉？目前已经在10月已经上网招标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是说11月就可以来开工，然后把这个形状修整的比较现代一点。观光局表示会针对3间厝的造型来做调整，上紧11月会当动工，到时会当去定远一个看算拢舒适的空间。记者柯家朱教用高雄场报道。 另外来看，这屏东的高树乡有3座灵骨塔，拢已经超过30栋啊，所以公所是打算要伫东兴村来起新的灵骨塔。嘛，因为这是在地的第2座啊，所以引起村民的反对。组一个自救会，昨呢是去到乡公所外口陈情，希望讲会当停止这款起造的计划。 20-30位民众徛伫高树乡公所门口，头目布条啊，大声表达抗议。高树的村民讲，东兴村已经有一座灵骨塔，使用30年啊，如今搁要起第2座，实在伤超过。希望乡公所会使收回计划，甲新塔改设伫火葬场附近。2023-16对高美局过来，市政区甲阮高树咧市中心。 头加尾的时阵，都无到1公里。那古塔第2座要盖在我们东兴村，第2座盖下去，高速已经有4座那古塔，已经变成那古塔的故乡，影响人们，影响高速的发展。所以呢，我站出来抗议，再抗议。 居民自救会发起人杨家富指出，公所虽然拢讲有开过地方说明会，但实际上只办过1摆，根本无予村民充分表达意见。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300位村民联署反对，正式向乡公所甲代表会交单情书，不过落尾拢无得到正面回答。好，从我们一开始的评估到决定，到依照法定程序去推动，我们就有做了一份说明资料。 对此，高树乡公所秘书表示，原本高树乡的灵骨塔只有6000外个位，早就无够使用。新的灵骨塔是需要的公共设施，会当放1万个塔左右，结合公墓公园化设计，希望改善过去民众对墓地的印象。规个工程按算11月招标，工期1年2个月。公所嘛答应会请专业委员监督，确保品质与安全。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比利时甲希腊呢，即马拢传出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活动。这比利时是反对政府提减退休金，也搁有社会福利的这个经费。交通冻点有几啊万人呢是惊石镜头，甲警察来起冲突。原来希腊即马是来抗议政府劳动改革，反对民营企业逐日得爱上班13点钟。 布鲁塞尔街路第14至少8万人响应3大工会反政府诉韩政策改革，行上街路，示威群众甲镇暴警察爆发冲突。比利时是欧盟17国内底这部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为弥补财政红字，政府计划减少差不多100亿欧元的支出，同时引起北约要求增加国防经费压力。总理德韦佛提出诉韩政策，内容包含减少退休金、失业救济甲医疗照护等社会支出。罢工也予市中心交通袂停袂动，布鲁塞尔机场真侪航班被取消，抗议现场沿看到真侪绿漆的标志，向庭民众抗议。 政府计划伫2003年之前，将退休年岁延到67岁。La pension à 67 ans, c'est très compliqué pour les gens qui ont un métier physique. Et voilà, le bonus pension, le malus pension est très négatif pour nous aussi.
南海市啦，包含民间企业甲公务员的两大工会，也伫14发起全国罢工示威来抗议保守派政府推动劳动改革方案。其中上互民众反对的是法案允准平行企业将每工工时为即卖8点钟延长到13点钟。几啊千个包含老师、医师甲记者等群众聚集伫雅典市中心，一路游行到国会大楼，抗议议员审议改革方案。这场罢工示威也和地方政府部門渡輪甲火車交通未定未當。Θέλω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ήλιος ήλιο, ευελιξία στα 13 ώρες στις υπερορίες, απλήρωτες υπερορίες, με λιγότερες ασφαλιστικές εισφορές, που σημαίνει μεγάλη έλλειψη από τα έσοδα των ασφαλιστικών ταμείων.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示威行动，虽然劳动部表示13点钟工时是属于自愿性质，一年上最应实施37天。新法案打造国口有春秋的劳动市场，允准员工应选择1礼拜工作4天，也保障员工拒绝加班的权利。不过，工会批评法案损害劳权，下就劳工的谈判能力，并且在野党也呼吁政府撤回这个法案。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来关心这以哈停战的状况，即马哈马斯呢是搁甲4个以色列的代替甲交转来，目前因手里还搁有20区的代替。因为以色列是警告讲，若准无紧交转来，安尼就会继续来限制人道物资入去到加沙。另外，这美国总统 Trump 是强调讲，哈马斯若准无解除武装，安尼美国就会来出手。10个关饭店了，载着4具以色列人质尸体救护车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法院研究所，路边有民众也国旗迎接因。这边的尸体交害行动是伫以色列宣布减少人道物资援助规模了进行。We hope that every last of the hostages will come back. We won't rest until they will. 以色列政府讲，哈马斯无照顶礼拜达成的停火协议，交害所有的尸体已经围缴，所以决定自10月开始，甲逐工进入加沙的援助卡车减半，并且暂缓重开甲埃及相接的拉法关口。根据川普所组成的20点和平计划，哈马斯甲以色列拢同意关害48具人质，包括20具生还者甲28具遇难者的尸体。不过到10月，只有8具尸体被送回去以色列，13被送回去的4具尸体，包括1位以色列青年甲1位尼泊尔学生。另外2具尸体的身份加上要求保密。以色列军方要求哈马斯将将所有人质拢限禁，互因得到适当的安葬。若果拖，会采取相对应行动。川普则是一个华府讲，哈马斯将会解除武装，若无美国会出手。Well, they're going to disarm, and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disarm, and if they don't disarm, we will disarm them. How will you do that?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hat to you, but if they don't disarm, we will disarm them. They know I'm not playing games, okay? 1月13号，以色列放回去的美加2000位巴勒斯坦人，伫登去约旦河西花了，指控伫咧关押期间遭受以军不当的对待，规身躯拢是伤病。加沙市伫以军撤离了，也开始清理的工作。نحتاج توفير الآليات الثقيلة اللازمة لرفع الركام الثقيل لا تتوفر لدينا. 因为加沙的局势即马也无稳定，哈马斯派几多百个武装人员伫咧落去维持秩序，并且伫加沙市区公开处决几多位被指控甲以色列合作的人。哈马斯证实这寡处决是由因的战术执行，讲是为了要恢复治安。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当来关心咱国内这中营航空10几个空服人员是去到立法院头前来抗议，替因这个破病上班落尾不幸过往的同事来发唔答。因是指出讲，这公司呢长期以来请假的制度拢一直有问题，唔但是减价尔，而且佫会影响到福利甲考绩，甚至会互主管甲伊约谈，落尾大家唔敢请假，唔才会造成今仔日这战悲剧。中营航空的空服员甲手中的白玫瑰放伫立法院头前，来悼念过身的空服员。西村的空服员因为身体无爽快，唔敢请假继续上班。对伊带离飞转来台湾住院了后，就安尼过身去。这个案件引起各界关心。工会表示，因原本伫咧公司就设一个悼念区，但是透早接到消息，讲公司拍算甲伊刷掉。我们在公司设了一个小小温馨的，令大家可以追思的献花区。我们不见任何一个主管下来表达关心，甚至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的公司想要出手把它清除掉。
情何以堪？中营工会表示，公司长期对员工的请假规定拢真严格，亲像请假就要扣分数，考级也会受到影响。亲像病假、特休、放台假，基本上拢是袂当请的，请假会互公司扣分，影响福利，变相亲像受到处罚，甚至会互主管约谈，怪员工无甲身体照顾好。在一般的公司，如果今天生病了，公司要求你用个人的特休去抵扣，可能大家都已经会很不爽了。但是在长荣航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长荣航空是，我就算要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去养病都不可以，因为后续面对你的就是锁班表，就是让你无法选班选假。工会也于个拜四透早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会讨论中营航空的一条健康。工会拍算提早到位，公开向政府表达诉求，要求爱修法加强保障劳工的请假权，包括病假、天灾、风台假也有基本的休假权益。请假袂当用考核来做威胁，希望政府会当保障空服员的基本请假权益。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好，这届中营航空空服人员破病上班了后不治过身的事件，劳动部长洪新涵是表示讲，这劳工请病假会用制度性的要求来保障因的权益。另外，这调查立委呢是来批评中营航空已经违规真侪届，而且呢安怎发都发唔惊。洪新涵是表示讲，会甲地方政府来讨论。中营的空服员伫咧公司的大厅，整整排几排，向过身的同事献花致意。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讲，中营航空对空服员的请假伤过严格，无论是请病假、特休、天灾假，考级拢会受影响。病假若拄好是伫咧固定假日，扣的分数会更加多。不管是常见的特休被拒绝，或是天灾假天灾期间被强迫出勤，或甚至是病假的时候被证明一再被刁难，这都是台湾劳工常见的情况。对空服员一事所引起的劳动争议，劳动部长洪新涵讲，头家若是违互劳工请病假，会当依照事业单位规模甲违反的人数甲内容加重处罚，相关罚150万。也个劳工若请病假，规个月全勤奖金就拢无去，也无合理。我们认为，如果劳工请病假，但就要被没收整个月的全勤奖金，那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后续，那我们也会用制度性的要求，在这部分来保障劳工的权益。劳动部自111年开始，针对航空运输业进行238场的路检，有50场违反劳动条件，违法率21%，总共处分金额725万，长营就占352万。调查立委拢批评长营航空有几多遍违规的记录，严格拢罚唔惊。每一次都是2万块，对照一个营业额每年高达上百亿的企业来讲，不会发挥任何你的这个财罚效果吗？以它发生的频次来说的话，财罚金额是太低的。我们会来跟地方政府讨论。这边空服员过身，让大家看到企业伫咧劳动管理上的缺失，病假不应该降做员工备考考级的理由。洪新涵强调，所来会针对劳工请病假样态，一个不利对待情形做综合检讨加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台中市第74线的快速道路，昨暗呢有4台车相连线安尼破裂，受害驾驶是指出讲，就是底盘去缀着不明的物体，加载是无人受伤。目前警方正咧追查，也那专家是表示讲，若准伫咧高速的时阵发生破裂的意外，千万唔通急要打动，应该就要慢慢啊，甲这油门放互零，避免这车辆来失控。车只拄啊转去第74线快速道路，车底雄雄发出真大声音。驾驶感觉车是害甲真严重了后，马上就崩裂。我的右前轮跟右后轮就粘到异物，然后我的前后轮都爆胎，然后右前轮变形，有可能是大车，就是有可能是其他台车掉的东西。陈先生表示，这拄停伫路边了，阁有几啊台车发生同款的状况，将着底盘发生爆裂，好加载无人员受伤。意外发生伫14暗时9点外，第74线快速道路东向16.7公里的所在，疑似车道顶悬有大型不明的物件，加上暗时视线无好，有4台自小客车闪袂赴，车辆受损。违规者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
警方表示，目前落落物件甲是倒一台车落落，来调监视器来调查清楚。汽车专家表示，快速道路甲市区道路比起来，车速是会较紧。若发生崩颠的时阵，千万唔通紧急打档啊！因为当你急踩刹车的时候，轮胎施压之后，它的着地面积会加大，所以万一你急踩刹车，它会造成偏滑，车辆很有可能是会掉头，甚至会翻车。但高峰提醒，若高速发生崩颠，很多路爱了稳，注意后车进行了后慢慢靠向路径，等待救援的时阵，也应该拍上黄灯，加放各种标识来提醒后边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高铁要去到宜兰已经通过宽屏啊，也毋过呢，这路线是有经过宜兰的头城甲大溪。即马地方是真烦恼，讲因原底就有铁基路，进高铁搁起落，安尼恐惊是会互土地利用搁受到影响。县政府是决定要分做3档来编3250万，要来评估这头城到大溪之间铁路掌管的可能性。边高道的警报声咧弹，规早放落来，车爱停落来等火车过。宜兰头城到罗东的铁路，目前并无做高架，沿途边高道袂少，民众认为会造成塞车。等下塞那个平交道来啊，就会一定都会塞啊。跟较袂遐塞。是。啊，过来第二点嘛，对遮经济嘛有较好。以头城这个边高道做例，在地人讲，逐工透早9点10点，交通尖峰的时间，边高道遮就会塞车。毋过目前宜兰高架铁路，敢若宜兰到罗东这段有完成宽屏初审，嘛有具体进度。头城到大溪这段，原底规划6日起北宜直铁案高架，即马这个案改做高铁延伸案，要做高架铁路，看落是无机会啊。可能对于头城的部分的期待，应该会优于高铁延伸的部分，希望它的速度可以加快。地方认为讲，头城大溪铁路若无做高架，加上高铁若完工，土地要利用就更较困难。高铁甲台铁的路线嘛无法度甲做伙，所以也是希望会当加速完成高架铁路。那将来头城到礁溪这一段的铁路高架，我们认为现在就要开始进行整个可行性的评估最主要是考虑到2个路线的整合。根据县府的资料，头城到大溪这段的高架铁路有14.8公里长，会当减少14个边高道。县府嘛认为讲，这段铁基路若是无做高架，等到高铁完工了后才要来做，时间会有困难，路线嘛真好整合，所以为明年开始分3年编3250万，针对头城大溪这段高架铁路做可行性的评估，希望会当加速推动相关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这中央广播电台的网站呢，互人加放中国的5星旗，是引起治安风险的讨论。国安局长蔡炳干表示，即马是长咧了解。另外，这国安局的报告是显示讲，中国对台湾攻击咱政府网站呢，逐工是有280万件，加在大部分拢有互咱甲炸落来。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有资讯传播的重大责任。刷表处关港家族内规一群官方网站放中国5星旗，专项紧急调查，伫位烦恼香港可能限制治安、认知作战的风险。关局长蔡炳干是回应有进行了解。它涉及到他们内部的一些资讯，就包括治安管理的一些资讯。那这部分的资讯，可能涉案相关的人他们有一些交流，嘿。中共渗透台湾手段800款，国安局报告指出，中共对台发动国家战级的网攻，用系统性网攻咱医疗体系各种攻势延伸到国防、外交、通信、能源等领域。蔡炳干表示，中共利用公司协力进行骇客攻击。根据统计，中共骇客侵害咱政府网站，每天280万次，目的是想要监控咱施政动态，对外合作敏感技术资讯。骇客就是骇金，那骇金之后，只要窃取到一些资讯的话，它会 leak， 也就是它会改写，那或是不断重复的在网络上、暗网上来散布，那来造成民众会觉得好像政府的治安做得很不好，每天那么高频次的网络侵害，几乎都是全部拦截下来。今年国安团队查到150万的证据信息，无正常销货20万800多组，大部分上论断并且做传播的方式。蔡炳干表示，中共佫运用 AI 技术，以创备型声响性，用来操作台美关税谈判、韩国演习、罢免投票、能源政策等议题，是要分化台湾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台湾甲日本的人权团体有发布一份报告，伊点出这台湾远洋渔业有人权的风险，讲这头家呢是欠远洋渔港薪水，而且一寡福利也拢摕袂到，所以呼吁政府得爱提出保障渔港的人权政策。做伙伫调查报告翕相，向世人指控台湾的远洋渔业所掠到的双仔鱼销去日本市场的无透明供应链，其中也有人权风险。这份经过2年的调查报告，是台湾甲日本的人权团体合作进行，其中和台湾请用的远洋渔港指控头家甲因的护照扣掉的，也有欠因薪水超过半年。Amati Samoa saya gak bisa pegang paspor. Semua ABK sama, dokumen-dokumen kami semua dipegang oleh kapten atau majikan. 受害渔港再讲因拄到的情形，希望台湾甲日本政府了解因的痛苦。政府同士ももちろんですけれども、企業同士あるいは私たち市民がですね、労働者、消費者として協力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人权团体呼吁废除相关评估制，将境外请的远洋渔港也纳入国内劳动法令保护，也若欠薪水的问题，要建立问责制度。是要保障渔工，在加入工会、组织工会也不会被报复。那企业端其实就是多项的评估，包括人权风险的评估，包括供应商的评估，包括对于移工人权的评估。对此，农业部渔业署有告，以后远洋渔业毕业者就要依照风险的等级提拨工资定向准备金到专户，若是无参加，就无法度再摕到作业许可。按算自明年开始全面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风台咧要架起来，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即马真烦恼讲，这风雨呢会搁再一摆来扫荡花莲的灾区。农田水利署已经进驻光复乡大东村的清水圳，也若中央前进协调所，即马嘛赶紧调整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针对铁力甲安置来编组，也来传8万外地的沙包，要互人来领。农田水利署的人来到花莲县光复乡不做过甲成功过清除水圳，因的任务毋是干那干烂土挖出来尔，嘛要挖了深阁看，就是要防止未来若阁有风台，这烂土袂阁流登去圳沟内。下面那一段46项那个方式，我们会土坡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重灾区之一的大东村，惊热带扰动可能变作今年第24个风台风神，村民赶紧来领沙包，不过公所发现。按14下晡到15早起为止，民众来这沙包的比例无多。放在小山猫，然后用小山猫到各村这边来去发放，会比较快。为了预防风台，中央前进协调所要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来因应预防风台所需要任务，编做帮山河天气监测组、疏散铁力、安置收容等工作，嘛准备8万5000个沙包给民众，每一路上最会当领20个。我们可能是以村为单位，还有以街道为单位，会有一个存积点，然后民众在那个地方来领取。中央讲，目前上要紧的是边沟的清理，伫15个会当甲30公里的边沟全部拢清掉，不做过复原工作，由国军全面接管。红林镇嘛有过17进行清理好势，即摆要预防风台，除了人员的铁力保全，嘛要保护清理好的圳沟。主要的沟渠我们用防水布来做。那一般的沟渠，我们会用铺沙包的方式。15个下晡2点，紧急应变会议召开了，各小组特别展开负责任务。中央嘛有过风台生成的时间是伫4天后，预防风台的准备时间要算量上，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好，即摆为着要来鼓励70岁以上的时代主动甲因的驾照交转来，公路局是来推出 T-Pass 的优惠，连客停车都算在内。个人换照呢，每年5月会开始实施。每年1月开始，这70岁以上的时大人，若准有愿意主动甲因的驾照交转来，安尼就当摕到 T-Pass 的交通补助。各县市敬老卡也是社福卡，摕来坐车拢有50%的回归。公路局是估计每年差不多是有208万的时代会当受惠。好，即马台湾当咧面对这高龄化的问题，根据卫福部的这个显示呢，即马台湾65岁以上，每100个人当中都有8个人有失智，预计未来20年，这失智的状况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即马有民间团体是推出失智的体验工作坊，希望互民众更加了解失智的状况，也有行为背后的原因。然后第4个失智症是无法预防的，然后第5个失智症患者什么都不懂。
公司透过简报甲民众互动，互大家了解什么是失智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有要活8%。有民团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失智症，所以要伫咧北中南举办老教室工作坊。拜三伫咧台北举办头一场，有民众表示，家己过去负责照顾有失智症的先生，伊希望透过课程会当更较了解失智症，未来若阵家己拄着，嘛较袂遐紧张。我自己从照顾者毕业，所以我也想说来体验上一下这个课程，然后未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化过程，万一天黑得很慢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也想说，我怎么来学习自己未来有可能是被照顾者，然后即便我曾经当过照顾者，但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团指出，失智症是一种疾病，不是自然变老的镜头。但是有8成的民众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必须延误就医。也毋过，其实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民团运用倒伊的认知功能障碍卡来互民众了解，比论时段是安怎无爱洗身躯，还是袂认得厝内人等等，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运用卡牌的方式来去认识到说失智症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哪一些的问题，跟生活上面会造成怎样子的影响，然后去理解失智症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民团指出，失智症无一定是老人才会拄到，即马得失智症的年岁也有少年化的趋势。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对失智有更较侪包容、体谅甲理解，也鼓励朋友量早接受治疗。民团表示，这个工作坊嘛欢迎学校、医疗中心，也有政府单位等等来申请。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文学金典奖有真侪作家入围，这当中的廖鸿基，伊是头摆来创作海洋的台语诗《天边的目白》，伊是把家己讨海的经历甲写出来，希望透过文学作品，会当互社会来了解讨海人的生活。嘛有人举着万里镜，斟酌每一波每一影。读诗的人是廖鸿基，伊是讨海人，也是海洋文学作家。伊将过去5年的讨海经历，用讨海人的台语开口来写诗。《厝天边的目白》这本诗集，伊讲过去因为无爱读册，所以走去讨海。后来才发现，原来讨海的生活真趣味、真特别，所以才决定家伊写落来。第一线伫海顶的劳动者，因讲的话实在真趣味啦，哈。啊嘛，真侪真有这个哲理啦哈，我感觉这真水的话啊，真少听到伫咱的社会真少听到因的声音哈，所以我就想讲用因的话用台语来做表达。廖鸿基讲，在写这本海洋台语诗的时阵，拢是利用搬车的时间来想主题。有过去讨海思念故乡的心情，也有写着伫咧船边的海翁海猪仔，阁有伫船顶悬的对话学到的台语，伊会先甲声音记起来，翻头才去找台语字。头摆创作台语海洋诗，就入围金典奖，伊真欢喜，也感觉受到肯定，未来也会继续写第2本。对我来讲，我就感觉讲这是真大的肯定甲鼓励啦，哈！肯定就是讲，台语咱这个社会是会当接受的哈。鼓励部分就是讲，更较大野心嘛。作家廖鸿基的文学作品，除了受到文学奖的肯定，未来也会当伫各种的台语课本内底看到，受做教材。廖鸿基讲，文学虽然无法度亲像音乐甲电影同款，真紧就有真大的反应，但是伊相信文学的影响是较深，而且较久长，是另外一款形式的影响力。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这身躯长长，也毋过脚线真短的烟尘狗，其实因用过呢，就是协助拍拉的狗仔，而且因是走甲比人还阁较紧。伫咧德国是办一场烟尘狗走标的比赛，画面有影是真高水。比赛还未开始，就定规个狗仔就已经开始要冲。伫主办单位命令之下，这狗仔就向前冲。德国慕尼黑最近举办国际烟枪狗比赛，要看3名狗仔走上紧。这项比赛无划分跑道，为狗仔中途就开始算起来，互主人毋知要安怎是好。这查某囡仔抱的烟枪狗第一摆参加就晋级准决赛。Anmelden und haben uns dann, ich glaube im Frühjahr, als es offen war, haben uns direkt angemeldet und jetzt haben wir ein bisschen im Wald geübt und
sind sehr, sehr stolz auf ihn, dass er ins Halbfinale gekommen ist und er hat eine sehr gute Leistung erbracht fürs erste Mal, finde ich. 慢看因长狗的脚底，因其是真高运动。上早后针对孙勇时阵是用来合作拍拉。过去2年得到冠军的狗仔，40公尺敢若用4.4秒记录，比一般人走800米的速度还佫较紧。看完紧张刺激的比赛，来看人狗强虎的优美画面。这穿红衫的舞者，甲伊的狗仔展现真好的斗大甲技巧。无论是前脚徛、拍破各种伫头壳练，狗仔拢用伫音乐声中，甲主人配合甲把。而且毋但一只狗仔跳甲真好，十几另外一只狗仔共款，互人真学乐。Für Swing ist es die erste Europameisterschaft. Sie ist erst 3 Jahre alt, also einer der jüngsten Hunde da vor Ort. Und das wird echt spannend. 这2只狗要参加11月伫上海里举行的欧洲坎普锦标赛，继续互大家欢乐甲惊喜。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8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1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